其他消息继续要来关心学生囡仔去野外露营煮物件，加速管一个无细利索规的爆炸，引起11个人受伤。这是台中晓明路中昨暗伫咧台南办露营的活动，结果学生囡仔伫咧野外煮物件时，用加速管伫咧烘肉，敢若因为伤过火，加速管规个爆炸。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，赶来到现场，发觉讲拢总有11个人互火烧着，送病院治疗。其中一个人受伤的情形较严重，学校方面嘛讲会尽全力来照顾这受伤的学生囡仔。雅士管爆炸变形，细台的雅士嘛规个海去，现场所有的人面色拢真歹看，因为学生本来是要煮饭的，想要到发生雅士管爆炸，造成11人受伤。查某学生都伫病床顶，会听到哀哀叫，学校的人伫边仔一直甲按打。台中晓明路中31号暗时，伫台南南西区的展文青年活动中心办一年一届的露营活动，拢总有490个高中学生参加，有47个高中学生带队。结果煮暗顿的时阵，可能细台的雅士炉离烘卖火伤过瓦，造成雅士管爆炸，真侪学生的面甲手拢烫着伤，互送去病院急救。一位还是2位稍微皮肤受的比较重一点的伤，但是其他的就是有喷到的啦，或者是有红肿的这样的。那我们也希望孩子尽量给他们最好的服务，找最好的医生来为他们治疗，也许可以做得更好，让没有不会再发生任何的事情。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办了19年，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，我们非常看重每一个孩子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力量。请帮我清点人数，有问题一定要回报。清点人数唔敢放放放，露营的气氛嘛变甲真紧张。希望让学生体验大自然的活动，因为雅士管爆炸造成学生受伤，本来好意拢拍歹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